中华邮政为了庆祝邮政节咯，一个员工发1000块的奖金，也毋过有高雄邮局员工白讲，主管要求因去邮局的网络平台买米冲业绩。局长阁发公文禁止员工伫网络发表意见。也毋过高雄邮局是强调讲，这是内部的规范，并无当然因为发言防处罚。点着邮局网络平台白米等商品拢会当买，但是高雄邮局员工说，互主管要求，要用今年度公司发的1000块邮政节奖金买自家网络平台的白米冲业绩，引起员工不满。代志还未结束，台湾邮政产业工会又搁讲，最近高雄邮局发公文，公然限制员工的言论自由。这样就是迫使一些同仁，他有这个公文在，他可能有一些心里想讲的话，等于是说都不敢讲了啊，只能往心里藏啊。公文写员工无主管允准，袂当用私人也是代表机关的名义黑白来发表有关着邮政事业也是职务的讲话。嘛讲若是发现违反规定，要主动查处申报，看情节的轻重，以违反相关规定来议处。我们写的是不实言论。诋毁长官，我们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在上面发表言论。高雄邮局只是澄清，只是过去捌有同仁因为无写名出现3字经，也是不实指控的状况，才发文提醒同仁要注意改善。若是单纯讨论内容，公司无禁止。也许他们内部没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他们去说他们的心里的话。正常是管道可以投诉还是什么之类的。高雄邮局表示，公司早就针对同仁对外发表言论有规范，这是制定的规范，毋是因家己所创。若是邮政奖金爱买白米的代志，单纯是认为这个商品介绍袂歹，买当帮公司冲业绩，建议同仁买，毋是强制，嘛袂有同仁因为无买，就来影响考绩。公司新闻王刘婷丹、hen坤报道。